美国总统 Trump 表示讲，在伊朗的战争可能要收煞，这个消息一日出来呢，国际油价就随降到100块以下，美股、亚股拢对咧起，甚至台股呢今仔日是起1145点，那台积电今仔日早盘也升到1890块，就连台票换美金，即马嘛升超过1.7角。找到亚股规片青的青。七十开盘，受到美国总统川普讲伊朗战争伫要结束的消息，毋但国际油价落到100块以下，美国四大指数收红，七十亚股开红盘，亚股起超过6%，佫触发熔断，暂停交易。日股甲台股拢大起1000点，加权指数佫重新登去33000点，上悬要升到33256点。最近的行情这种波动，原则上还是属于一个事件型的一个驱动的一个行情啊。这个事件当然就是大家都是知道，就是这个中东战事的一个变化，大涨大跌来讲的话，我想会是最近的一个常态啦。再过一天，台股的起落超过1000点，台积电早盘上悬要升到1890块，起80块；高鸿信华要升到9670块。半导体相关的联电、华邦电、南亚科拢是开悬走悬。不过最近因为证书受贿，煞是颠倒有起的货柜三雄，还有油气股台塑化全部拢落，台塑化伫盘中佫要落定。昨天所看到大涨的一个局面今天就是因为川普的言论造成市场对于战事的担忧有所化解，又出现了很明显的一个价格的回档。专家分析，出来 GTC 大会会伫台湾时间10日举行，回答有机会公开新的晶片的架构，对台股相关的供应链有鼓励效果。加上美国联准会利率的决策，市场认为这届可能袂变，所以袂冲击短期的信心。互第三个市场观察的气氛真高，七十股回潮起，新台票换美金为了2.42角，七十以31.86块开出，升6分，了后继续起，要起超过1.7角。目前看起来美元指数有点涨多拉回，再加上台股也反弹，所以让台币有一些回升的空间。专家认为讲，受落来新台票换美金的表现，要观察收盘的绩效，敢维持稳定伫咧31.7块顶悬。若后面较突破，会延续美金偏强的局势。不过台股若是有明显反攻，台票反弹的空间嘛会变大。记者综合报道。